我哋啱啱完成咗一件好多人會講係最成功嘅事。咦？咩星？冇所謂啦。我哋啱啱完成咗一個好多人認為係美國歷史上最成功嘅頭100日。我哋只係啱啱開始，而家發生緊嘅事情真係好驚人。如果唔係事實，我都唔會咁講。短短幾個星期內，我哋就做到歷來最安全嘅邊境，99.9%。呢個數字冇人覺得做得到。拜登要返去國會攞法案先做到安全邊境，你哋唔需要。你只係需要一個做得嘢嘅總統同埋一個肯做事嘅團隊。恭喜你哋，仲有探。我哋連續2個月打破咗非法越境人數嘅歷史最低紀錄。減少咗99.9%，基本上就等於100%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勁嘅成就。Christy， 恭喜你，仲有探同埋所有人。你哋搞得真係快又好。我哋已經將販毒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，好快就將啲惡棍踢走出我哋國家。仲要同司法部密切合作，做得非常出色。當然喺司法方面，我哋都有啲問題，你哋都應該知啦。有啲法官唔中意將殺人犯踢返出國，我都唔知佢哋咩問題。我哋會贏，係因為我哋有強硬嘅邊境政策，將啲罪犯趕走。我哋先至可以贏晒嗰啲搖擺州，贏咗幾百萬票。不論邊個角度睇，我哋都係大勝，係壓倒性勝利。我哋之所以可以贏，就係因為我哋將呢個議題非法入境放喺首位。佢哋唔想我哋完成我哋想做嘅事。我希望最高法院可以完全明白而家發生緊咩事。我哋一定要將罪犯踢走，呢個就係我哋贏選舉嘅根本原因。講到第一季經濟萎縮，你今日可能見到啲數字。但我要講清楚，嗰啲係拜登嘅事，唔係我嘅。我哋接手時，我就好反對拜登之前對經濟所做嘅一切，因為佢用各種方式摧毀我哋嘅國家。唔止係邊境問題，雖然邊境最明顯，我哋基本上接咗個爛攤子。核心 GDP 如果撇除進口、存貨同政府開支，實際上增長咗3%。即使一開始情況咁差，我哋都成功扭轉局勢，而家仲喺度改善緊。國內總投資高達22%，呢個係冇人估到嘅。例如，我啱啱上任就聽到三星因為關稅，而家想喺美國起個大廠。如果冇關稅，佢哋根本唔會咁做。而家佢哋入場係帶住大額投資。而家投資金額超越咗美國歷史上任何時期。已經差唔多8萬億美元。事實上呢個數仲會再升。8萬億都只係我哋已知嘅數目。老實講，我都唔知拜登做咗4年有冇搞到1萬億。但我哋2個月就搞到8萬億。第1個月我哋仲喺度適應緊。我哋當時仲喺度稍微適應狀況。但2個月之後就有8萬億，呢個數字從來未見過，包括晶片公司、車廠、製造業、高科技公司，冇人見過咁嘅投資潮。所以話8萬億，我可以講 GDP， 可以講總投資。但對我嚟講，呢啲數字代表一件事，人哋信我哋，真金白銀咁投資落嚟。我哋商務部長啱啱成個週末都喺亞利桑那州，去睇全球最大嘅晶片公司，即係台積電。你從來未見過呢啲畫面係咪？你講下你見到咩？佢哋喺嗰度用幾百英畝土地投資1650億美元。
起一個最先進嘅晶片廠，會請4000個美國技術員工，呢啲係100%美國精神。而家已經有14000人喺度，未來會有4萬人建後續工廠，長期再請多20萬人。你從來未見過呢啲畫面係咪？全部都係因為你哋嘅關稅政策。如果冇關稅，呢啲根本唔會發生。嗰區將來可能佔全球40%晶片市場，而佢哋而家控制咗99%嚟自台灣。拜登嗰個晶片法案就唔同啦，淨係派錢，派幾十億出去，啲公司根本唔缺錢，佢哋想要嘅係入場動機。佢哋之所以投資，係因為11月5日選舉同關稅。老實講，係因為關稅，而11月5日令關稅成真，真係好犀利。呢啲公司唔係話先要揾錢先起廠房，唔係咁玩法。紐約起個廠，要揾地、揾錢、揾市場，再融資，一堆手續。市場好你就賺錢，市場唔好你就麻煩大。你只好重新協商，諸如此類。而家完全唔使，佢哋有錢多到唔知點使。我問盧特尼克，佢哋有冇融資？冇，係用現金嚟做嘢。1個月前先宣佈，而家已經動工。佢哋話從未見過咁大面積嘅基地，講緊係一棟值500億美元嘅建築。而家起個值5000萬嘅倉庫都已經好大，係咪㗎？我哋係1月20日接手，嗰陣關稅未開始。我唔希望中國咁慘。但我啱啱見到啲報告，佢哋情況真係好差。我好鍾意習主席，我唔希望佢哋出事。老實講，聽到啲消息都幾唔開心。但而家中國真係捱緊，佢哋派出全球最大嘅貨櫃船，裝滿晒貨，但直接喺太平洋掉頭返轉頭。因為啲貨比人貨145%關稅，冇人要。不過我希望將來可以同中國達成協議。佢哋工廠喺中國唔同地方關門，因為如果佢哋唔公平對我哋唔會再要佢哋啲貨。唔止係貿易問題，仲包括智慧財產權等等。問題唔係淨係買賣咁簡單，所以我哋拭目以待。有人問我：你高興嗎？我話唔高興，我希望中國好，所有國家都好，但前提係佢哋要公平對我哋。